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块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俗语伫咧讲啊，打冬节，冬过年，这个意思是讲啥物？是讲啊，冬节的时阵啊，这个天气若是非常的干燥，无落雨吼，啊过年的时阵，这个天气就会变做真湿冷，会真寒哦。敢有影？唔管有影无影，其实啊，冬节是一冬中间非常重要的节气，嘛是在一年中间吼日照上短的日子。伫这个重要日子内底吼，到底有一寡有意思的一寡习惯呢？咱吼先来看一段 VCR。冬节是北半球日时上短的时间，嘛是一冬当中农作收紧的尾声。伫咧民间的风俗当中，若当到冬节进前，家家户户拢爱扫圆仔，代表结掉好彩头。白色放食，红色放一边。妈妈，买煮甜汤圆啊，咸汤圆。妈妈的甜的啦。啊，冬节时阵吼，就是特别过年啊，啊，大家回来团圆啊呢，啊，就讲出去外口拍拼的，啊，一定要回来拜祖先嘛，啊，圆啊圆，啊个代表团圆，啊个圆满的迄个意思安尼。规家伙仔做伙欢欢喜喜扫圆仔、煮圆仔，幸福美满乐在其中。今仔日拄好是冬节呢，所以咱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的民俗文化学者温宗翰老师来到现场。是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当然啦，还有咱台湾的国宝音乐家简祥林老师。主持人好，温老师好，大家好。咱冬节吼，要来讲冬节，唱冬节歌啦吼。不过来讲唱歌，我唔是专门科啦，歌声亲像破冬落啦。不过今日个唱好唱歹，拢甲拍鼓啊，鼓励好唔好？好。冬节若是食圆仔对吧？是。囡仔食圆仔加一岁啦。是。大人食圆仔添福寿啦。是啊，是啊。以前我拢讲，阮母也咧甲我讲，伊讲啊，你食圆仔你就添一岁啊。我想讲奇怪呢，囡仔人迄想法较单纯啊。冬节食圆仔加一岁，过年佫过一岁，加一岁。这个时期我们就加2岁。迄老一言的吼，顶言的拢咧讲吼，冬节就敢若大过年啊吼，就是大如年安尼啦吼。这个讲法哦，我就想讲要请教一下温老师吼，这像咱这个冬节啊，伫这一冬中间吼，是遮尔啊重要的一个日子，为什么伊会佫大如年啊？是因为咱知影讲冬节吼，你看这个名词就好算吼，伊中文叫做冬至，但是咱伫台语内底咱叫冬节，而且这个为什么是冬节，毋是冬至？你就是看到讲伊是一个真重要的节日的观念。是，伊冬节伊毋仅是讲节气啊，伊是佫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这其实甲这个伫咧中国周朝的时代吼，曾经捌甲冬节列为这个过年吼，就是新正年头的这个过年的这个时间点有关系。后来这个改变嘛吼，汉代了后这个改变转来讲正月是过年安尼吼。咱头仔讲这个大节会吼，这嘛甲咱拢会讲过年爱大节会嘛，过一个年大节会，这就是较早这种风俗吼留落来记伫啊。是吼，不过像怎冬节这个时期有迄个烧圆仔这个传统？是烧圆仔吼，其实甲咱亚洲吼，其实足侪所在拢安尼吼，因为你看迄个米线吼，也是讲这个，不管是煮米啦吼，像台湾迄个红台米、在米拢足出名吼，伊拢会是伫咧节日的时阵，咱摕来，比如讲做粿啦、做粽吼，还是咱生活内底要食物件吼，拢会用到吼米食这个物件。你看迄个米吼，伊安尼一粒安尼吼，做起来伊会使有足侪变化，伊迄个延展性吼足强的，所以你看一个米会使延展足侪无共款的物件吼，你会看到做的人的迄个功夫，所以其实伫咧不管是这个亚洲国家吼，还是讲这个原始的这个原住民也好吼，你拢会看到真侪拢会用这个米吼来做这个节日文化内底吼，伊可能做祭祀啦吼，要拜拜吼，要看到咱的生意吼，做足侪这种
借书的这种实物，吼啊，互甚至讲展现伊的诚意安尼吼，所以这是一种这啲文化内底最重要，亚洲国家最重要个共同的这种文化基地。大拿迄个所在，恁细汉的时阵，老师你应该有收影吼。因为这个同齐啦，到的时阵吼，足欢喜，心情欢喜啦。是。吼，因为迄阵啊，草地人啊，大家经济较歹咧。有营养人食，等于食吸收啊嘛，足欢喜啊。收影吼，收一个久有技巧了。吼，用力啊，拄啊好呢。你若伤大力，伊就变去；伤细力，佫收袂圆。所以迄个爱拄啊好，迄个力度。吼。了的时阵，你摆迄个放伫迄个感冒啊嘛，一粒拢爱有一个空间嘛，无伊烧黏嘛，用咧，圆一定爱有白甲红的嘛，白圆嘛有迄白银的意思了吼，白银我咱金银财宝啊吼，这红圆好头彩嘛，所以迄阵感觉若烧圆食圆这个过程就感觉真趣味嘛，感觉佫过年嘛就要到啊，吼，所以迄个嘛。加一回，迄个意涵嘛伫伊内底吼，所以伊等伊的前奏曲共款啦。哦，迄阵我那个写一条歌咧，是哦，写做收影歌。收影歌。嘿，这内底个收影歌，我等于嘛是甲迄个收影过程甲写进这内底啦。一念来，两念来，五念摆一摆。你一排咧，我一排，红影白影拢总来。红影红记记好透彩，白影白雪雪人爱。囡仔食影加笑花，大人食影添好受。一念来，咧两念来。五念摆一排，你一排咧，我一排，过年赶紧来。哦，有影赞，而且吼，这有影唱出了囡仔的心声咧吼，囡仔都想讲啊，过年要到啊，都是足欢喜安尼，有影咧吼，做囡仔人就是想讲。一当迄上欢喜就是过年，拢无禁忌安尼吼，啥物都有人佚佗，佫有真侪物啊通去食。穿新衫，穿新衫，佫有压岁钱，对，过年钱，对啊。一个所在一个地界吼，过年啊，或者是讲即个冬节啊，吼，即个前后吼，自补冬开始到冬节即个期间吼，其实每一个所在食的物件有淡薄仔无相共款，有一寡所在伊冬节的时阵是做菜包，是啥物款的缘故呢？有这。菜包其实全台湾拢有，吼，咱即摆较普遍看会到的，其实是伫咧台南。台南。吼，你若是讲伫朋友，可能会讲菜卷。菜卷。嘿，菜卷。即个菜包其实内底有包一寡菜。吼，那豆干啦，吼这种，甚至讲，迄嘛是一个度过这个节日吼，真重要的文化。你若是可能最近可能有的所在吼，伊可能不止食菜，吼，伊内底佫会放肉。但是迄拢是即摆现代较新的啦。咱若讲传统较古早，大部分拢是食素食的，内底拢是包菜。是伊的皮嘛是猪皮做的嘛？是，嘿，伊的皮是用猪皮做无毋对。迄圆仔吼，其实是一种敢若像太阳吼，迄个象征吼。其实这伫咧全世界每一个国家，还是讲即个族群吼，伊其实拢会有一个伫咧冬节即天吼，去算做讲祈求迄个光明的迄个象征伫遐吼。因为咱知影冬节即天伊是安怎咧？伊是日照。日照上帝，日照上帝迄天吼，但是即天过，伊会变做日照愈来愈长，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伫咧即个冬节吼，还是夏季吼，冬节夏季，这是全世界人类吼普遍。上早发现的一种节气的这个现象，是吼，所以伫即间有足侪迄种仪式，吼，比如讲你可能甲家庭有关系啊，吼，还是讲你甲社区有关系的仪式，社区可能就是有的所在会伫即间吼，会算做一个了境，吼，还是讲咱家庭的仪式，你可能得大家做伙吼，做一寡工课，吼，食圆仔啦，还是吼做伙来做一寡制作啦，吼，各种的仪式拢有吼。
啊，你头拄讲到讲即个食物件，你会发现讲，咱为着要祈求即个时间平安，是，吼，因为咱即个时阵日照上短嘛，吼，啊，大家惊讲迄黑暗来临，吼，会惊吼，啊，所以迄个要祈求迄个光明吼，伊食营养，啊，你若要祈求即个咱的即个绿促型哦，吼，甚至讲你的迄个鸡啊、狗啊，吼，啊，咱的即个厝里的猪啊，吼，牛吼，啊，这你会可能做伊迄个造型吼，啊，你甚至摕来食迄个物件吼，啊，祭拜吼，啊，食迄个物件，感觉讲，咱厝里的即个即个畜生吼，会当较平安安尼吼，啊，另外就是讲，比如讲有个人感觉讲，当这即天其实就是牛的生日啦。啊，所以会用迄个圆仔灯吼去高伫即个牛角，啊，甚至讲迄嘛是一个祭祀的仪式对不对啊？是。真侪即个人咧讲哈，啊，咱当这时阵爱拜祖先啦，吼，啊，拜祖先即个礼尚吼，啊，到底是甲即当这有啥物款的较深的关联？伫咧即个过年吼，也是清明吼。中阳吼，也是即个冬节吼，甚至即个五月节吼，拢会有即个中秋节嘛有，拢有即个祭祖的文化。是，伊其实每一个比如讲客家吼，也是讲迄个泉州吼，因每一个族群的无共款的即个祭祖文化，拢小可无共款。但是冬节即天大家拢来祭祖。是，有诶拜足大，有诶可能简单吼拜一个圆仔安尼。哦，是，咱吼入冬开始一直到冬节即个期间吼，其实拢是咧讲补冬啦，拢是真熬补、真补啦吼。比如讲咱遮有即个羊肉炖蚵仔。对无？这算讲是补冬真重要的即个食物嘛。啊，佮有这是营煮米糕嘛，对无？营米糕。米糕安尼吼，啊，营干掺米糕安尼吼，啊，这两款比讲是补冬即个时期真重要。老师你都讲写一首即个补冬补健康的吼。无来甲试看卖啊，来讲吼。迄阵啊，拢食连根干甲米糕呢。是。即马像这个补冬补喙康，看会食较好无？补冬，一年真等这一天。补冬也补冬，补冬也补冬，一家大小补喙空。不管要补倒一项，喙空有补心花芳。大家压力斗三工。餐饱阵阵好香香香，猪肉羊肉掺蚵仔，汤头甘甜补中补，冷景干咧掺米糕，同款嘛有补冬的效果。老人咧老人来补冬。惊冷风，唔惊冻，囡仔咧来补冬，身体臃肿当大人。报道高压低，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进心。伫每一年冬节的时阵，除了合家做营养之外，有的地区阁会做菜包。含做鸡母狗仔的风俗，不管是滚圆仔、做菜包，或者是做鸡母狗仔，拢是用来虔诚祭拜祖先。若无祖先无公嘛，就无咱，所以咱会款着圆仔，代表圆满甲团圆的意思来请咱的历代祖先公妈倒来食圆仔，祖先比如讲咱今年大家都伫祖先的。庇佑之下大家真平安真圆满来年
吼啊嘛继续照顾咱遮的吼子孙安尼吼，咱家族吼大家当兴旺吼事业一切拢平安安尼。有的人厝里阁会将拜过祖先的同济圆念一两粒伫咧门市板、窗仔门、倒椅、床头柜的所在，祈求规家伙仔平平安安。感谢讲这门神啦，还是他门神吼，这家具的神，来甲伊感谢伊保庇咱一年来安尼大家平安顺遂。祭拜煞了后，规家伙仔都会团圆做伙，欢欢喜喜食圆仔，迎接新的一冬。除了补冬食圆仔啦，吼，啊，阁有即个制作之外，吼，啊，冬节即个时阵咯，我听讲阁有咧撩景嘛，对无？冬节的即个时间点吼，伊拄好是即个甚至讲即块来讲小可较寒，你个人可能会伫即个时间点，你会食一寡补，吼，你甲家庭有一寡仪式。可能祭祖啦、祭拜，你若是伫以社区来讲，咱即个规个社区，你要安怎伫咧即个年尾的时阵，要度过即个，甚至讲年尾较歹的、较无好的即个时间点，因为伊是一个年的即个结束嘛，所以你要安怎安然的度过即个时间点，你可能就有一寡地方的仪式，这种地方的仪式，每一个地方拢无共款，所以像有的所在，伊可能伫咧即个时阵做即个料景，互新明的带着即个伊的激动还是讲伊的心叫信徒大家簇拥就去砖头内底每一户去甲你即个洗洗看恁厝里有平安无？因为我电了调查的时阵，变做讲毋是干那做河路，我嘛做原住民甲客家。是。去甲客家庄的时阵因也有提起这个代志。因讲就是讲8月15中秋以后，毋就收冬啊嘛。是。收冬了，因感觉讲这爱感谢这个老天公甲咱帮助咱丰收啦。所以就做这个平安仪，写平安就对啦。对。即摆写平安，即摆即装迄装贴地拢安排无共款时间嘛。就即装一装轮过一装轮过一装啦。所以你发现一个物件就是讲，不管你是头前的这个时间点是当时开始你结束的时阵拢差不多伫冬节这个时阵，即个仪式社区的仪式真济拢是最后一天拢是来甲这个时间。所以讲，这一年圆满的时阵，就是伫咧这个时阵。对，就是伊迄个结束的迄个时间点。所以像咱头拄仔讲迄个料景，还是收冬戏冬尾戏这个时间点，有足济可能伊是伫咧这个下元节旧历的这个10月15开始写冬做冬尾，伊做这个冬尾戏做来甲这个冬节即天。因迄个砖头可能几来10个砖头因为对，轮的轮到最后一天，多好是冬节，嘿，足济拢是安尼，无就是因迄个甚至社区可能是共一个姓同姓同姓的这个宗亲大家伫迄天制作，嘛经迄天伫社区了解。所以这个最特殊的就是讲冬节这个时间点，多好是足济仪式，还是讲足济生活文化迄个象征一个年要结束的迄个时间点，来到这个所在，足济活动伫这个时阵收煞起来。所以讲，迄个故事的迄个方式，人真正有下着迄个生活内底迄个感受，对着人甲天中间的迄个感应，感觉讲我顺这个时节嘛。咧做这个写平安，这个礼俗，咱算讲是礼俗嘛吼。这个礼咧进行的时阵有啥物款的去注意的，就是我去甲大家介绍讲，即摆的人较无去注重的代志。其实我足鼓励人爱利用这个度过这节日的时阵去参与社区。还是参与恁厝人的一寡仪式，因为你看比如讲蒲圆啊，你即摆若去迄个超市凊彩买着一包对，我就是安尼，我就是无感情的啊。但是你看咱这个大家做伙等下烧圆啊，这嘛是一种仪式的。是。这咱伫咧人类学叫做社会仪式。是。甚至讲咱规家伙大家做伙度过这日，咱做伙烧圆啊，烧圆啊烧好，咱做伙蒲圆啊。是。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伫遐你若社区设景，你袂使讲回伫社区迄种庙的代志，毋好安尼，咱爱参与伫内底。因为迄社区是咱的嘛，我住的所在嘛。像简老师头拄讲的，这是一种咱对大自然，咱对这个时间点调养
就是讲调养你这个身心灵吼，都好到这个时间点，咱要结束啊。所以咱爱去面对家己、面对家庭、面对规个社会吼、规个社区，咱会使做伙有一个团结吼，啊，做伙一个甚至互动的这个一个足重要的时间点。是，嘿，所以你看冬节过吼。有一个最趣味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传说吼，就是咱台湾人过年不是年兽来的故事嘛，咱是你讲迄个丁醮的故事吼，因为迄个丁醮，甚至讲看到台湾人冬节的时阵，拢摕圆仔灯吼去糊迄个门窗吼，糊圆仔灯讲才会出丁吼，啊，伊去玉皇大帝，甲玉皇大帝告状讲啊，迄台湾人吼无采食物，啊，所以玉皇大帝要处罚吼，要互咱台湾人颠倒吼。所以你看，为什么迄个故事会为冬节开始？因为冬节其实就是咱一个这个时间吼要结束的时阵，啊，你看伊迄个传说吼拖来甲这个过年。啊，你看过年就是一个新生，啊，一个结束，一个新生，所以你参与伫这个内底，你就会了解到讲哦，咱家己要面对咱家己的生活，吼，啊，要面对厝里的人，吼，啊，所以你爱去参与伫内底，你才有法度延续这种，不管是讲传统文化、台湾文化，吼，比较深的迄个意义伫遐，安尼。是吼，咱常常咧讲吼，迄个俗语有一句咧讲搭冬节啊，冬过年哦。我就想问咧，啊，为什么冬节是搭的，啊过年是冬的啊？唔是啦，唔是这意思，伊其实是一种节气吼的预测啦。是，哦，就是讲咱伫个这个时间点吼，比如讲冬节即天，你若无落雨吼，就是搭的嘛，搭冬节。啊，过年的时阵吼，就是对落雨啦，是冻的啊。这有影是祖先的智慧呢。对。哦，所以讲大家哦，唔通像我遮尔见头，搭冬节、冬过年的意思，就是讲冬节即天若是搭的吼，啊，你过年迄天就会变落雨，是这意思。是，迄是一个推测。哦，啊若颠倒头咧。颠倒头可能就是。冬节啊，就搭过年嘛。有可能哦。所以大家注意大家今年会使试看嘛。今年试看来看，即句俗语到底是有真啊无真哦。所以有影是这祖先留落来智慧吼，是有爱甲保存，爱甲发扬啦，啊，就要靠大家伫个什么时节哦，唔通袂记你讲吼，你一定要按照即个大自然的规律。吼，啊，咱来做一寡应该做的一寡传统的即个礼俗啦。吼，算讲这毋是传统，毋是古板，这是有影是符合着咱个人本身对大家拢有好处吼。啊，当然啊，这俗语伫咧讲吼，啊，若是搭冬节，就冬过年啦吼。冬节呢是制作感恩甲合家团圆的重要日子，嘛是年尾收冬、谢平安的重要时节。每年冬节的时阵吼，大家都爱记的哦，啊来去烧圆啊。啊吼，来去制作的时阵啊，准备一寡补品啊，来给大家补一下当。报道歌仔顶用台湾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后礼拜请准时收看咱报道歌仔顶，啊嘛感谢两位来宾，感谢。谢谢。有影无讲到物件，像讲我头拄想要补这圆啊，我一直以为讲吼，红的甲白的，其实无什么意思。有啦。伊捌又捌参乌做，汤头甘甜保中宝。冷眼看咧参美果，同款嘛有保冬的效果。老人咧老人来保冬，唔惊冷风，唔惊冻。囡仔咧来保冬，身体臃肿长大人。